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路程約9公里，攀登香港島嘅聶高信山同埋金馬崙山，可以欣賞到大潭、港島南同埋遠眺維多利亞港兩岸嘅美景。喺起點可以睇到一啲軍事遺跡。上山嘅路較為陡峭，好彩有繩可以扶下。喺黃泥涌峽巴士站集合，我哋先去參觀一下路旁嘅軍事遺跡，標記為9號站同埋10號站，然後爬上聶高信山。1941年日軍侵華期間，黃泥涌峽被設為西旅指揮部所在地。10號站旁嘅石級係通往聶高信山嘅山路嘅起點。路徑不太明顯，留意絲帶，我哋就係靠絲帶帶路。陡峭同埋崎嶇嘅路段有繩索，呢啲繩索都大派用場。睇，聶高信山就喺前邊。俯瞰大潭嘅絕佳地點。呢度開始都有啲陡，好彩都有繩索可以扶下。穿過呢啲灌木叢，就會見到一個微波站，嗰度就係山頂。沿住呢啲木階，我哋會到達港島徑第4段努力徑，然後轉向前往香港仔水塘嘅山景。正如你所睇到嘅，有好多程度嘅破爛同埋日久失修，請注意突出嚟嘅鐵釘啊！金馬崙山就喺嗰度。喺呢度向香港仔水塘走一小段路，就到上金馬崙山嘅山景。呢條山嘅入口唔太好找，就喺度啦。有條絲帶，呢條山路就可以轉上去金馬崙山頂。Middle Island.
好靚啊！哇，唔錯嘅觀景點，我身後嘅景色好適合打卡喎。我哋到啦，呢度就係我哋今次山遊嘅最高點，自拍就梗㗎啦。落山嘅山徑沿途視野稍微開揚，我哋將會回到休息亭。呢度正喎。喺呢度，我哋沿住步履徑向灣仔峽走。當我哋沿住灣仔峽道往下走，就會到轉向荷蘭徑嘅路口。我哋之前走過荷蘭徑，我哋會再次沿住荷蘭徑走到太古廣場3，亦都係今次山遊嘅終點。今次山遊花咗大概4個小時，行程約9公里，最高海拔達439米，累計爬升502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